反方加嘅益菌剂，中药加嘅保水剂，台湾的营养午餐更有食品安全的问题。虽然政府当年都报出验，不过结果大家还是无法度安心。像係今年9月底，112件食材当中，就有14件的农药残留唔合格，比例有12.5%高。味道同台湾的营养午餐尋到新的可能。社會事件簿去到日本來一陣營養午餐的調查之旅。連第4禮拜，請聽第1，將下來看下日本的食物，樣嘅食，樣嘅改，樣嘅好，又係樣嘅滋味。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熊一奎，不要错过下礼拜社会事件簿。不好意思，这位穿围裙戴厨师帽的先生，实在料理王是在隔壁摄影棚，你是不是走错了？没有走错啊，没有走错。对，社会事件簿添加禮拜的關心日本的營養午餐。今尾從頭來係做特別節目，係主你今尾大家學識嚟食，到底係乜嘅咧？大家看你節目實力。好，那這位小歐大主廚，請先就料理台麻煩你。兩位，上禮拜我們帶着觀眾來看過日本的營養午餐大概怎麼來的。這個禮拜我們先從一個很特別的名詞，都沒有聽過的名詞開始介紹起。小亮，麻煩你。台湾的食材会从生产者一路进到工厂，直接进到工厂之后制成成品，然后直接就来到学校。可是日本跟我们不一样的是，它多了一个机关叫做学校给食会。于是呢，生产者生产出来的食材进到工厂之前，会先来到学校给食会这个地方。是。而这个地方的职责就是负责把关这些食材。所以跟上個禮拜你們跟觀眾講的給食中心又不一樣。不一樣。給食中心是就是煮菜，直接煮好送到學校。他們是把那些煮的食材先通過一些加工還有檢驗的地方。對。OK，兩種都看起來就啲咧複雜，不過冇要緊，兩個鐵牌記者，我同你大家前進一步來看台灣妹給食會。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日本因為糧食唔拉，實施到100萬成員的營養不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開始提供日本同志澱粉、麵粉亞等物資。為了好好分配亞等物資，1955年起始，大概土土福建都想在成立了自家的學校給食會。經過為60年，也嘅學校給食會除咗為提供學校食材，還可以把關營養午餐當重要嘅角色。今日我去啲體育界嘅學校給食會，來看下日本嘅營養午餐係樣嘅管理嘅。給食会は、学校給食、学校とか給食センターで、給食を作ってもらうその食材を提供する組織です。60年の歴史がありますので、信頼を得た私たちに対して特に主食であるお米とかパンとか、麺についてはほとんど学校給食会で、提供してます。我们现在要进去，就是他们放东西的仓库，应该里面都有很多食物，他们刚刚有这样说，然后不知道干不干净，勘察一下。あ、入ります？いやいやいや。中に。いやいやいや。學校給食會嘅倉庫就像係備食材嘅大冰箱，比5個籃球場還卡大喲。這無共用食材合適嘅本土，韓本作為松本倉庫、大本倉庫，還有冷凍倉庫。好冷哦！等一下，我覺得好冷哦，就忘了要北極了。我真係沒去過北極，可是就是一整個超冷，我現在快凍傷了。アンダー20。20。哦，好，深呼吸，深呼吸。天啊，这是冷冻花椰菜吗？不是这样吧？花椰菜放在那么冷的地方会不会冻伤啊？花椰菜。
你，我跟你一样，现在觉得非常冷。60 plus。哦，这边舒服多了。收1秒，收1秒。啊 ，OK。黄豆，就是我们所谓喝的味噌汤的味噌。All school lunch food。All schools lunch food，OK，all for students。所以全部都是给学生吃的，哇，还有那么多，这有几层？也对到一撮一撮的從西山的用嘅嘢食材，都係唔啲市面好買唔到嘅喲。佢哋早前都搶買本好價位做下，冇做集市中心調理廠，拿嚟製作好上嘅嘢營養午餐。然而買東西賺到嘅錢，就會拿嚟運作集市費。派大星和地太平上嘅同事，對食物面試東敏感嘅銷量，嚟準備我哋知識集市費作為營養午餐呢。我说这个包子是那个崎玉县产的，就是用他们崎玉县的小麦做成的面粉，然后里面的肉，猪肉也是就是崎玉县产的那个就是黑猪肉做成的包子这样子，然后几乎都是就是食材完全就是几乎100%都是来自崎玉县这样。你可以，他说这个好像很受小朋友欢迎，你试试看，软软绵绵的，软软绵绵的，那个奶油很绵，然后那果酱很甜，我觉得这感觉是一个很大众的口味，所以台湾小朋友应该也会喜欢。这是豆浆蒟蒻。因为蒟蒻原本是做出来可能是这个颜色嘛，就是灰灰的嘛，但是其实营养午餐就是不是只有吃而已嘛，就是外观也很重要，所以要用很多颜色。就例如说就有搅拌东西的时候呢，就不同颜色可以去搭配，看起来就会比较好。我在思考，如果把全部蒟蒻全部弄在一起，然后全部煮熟，会不会好吃？为什么感觉反而很恶心？那你们是怎么样发展出像刚刚那些小朋友会喜欢的口味？学校の栄養士さんとかを集めて、給食会の中で、委員会を組織して、その中で子どもたちに合った食材を選定してます。这个是不是没有办法用夹的？好吃。我知道，我也是觉得这个好吃吗？不好吃哦。我大概。看其实我的天啊，是台湾的。日本的好吃吗？你一定要拍到我吃完整颗包子吗？學校嘅食品專門同一條社會準備嘅食品，當多都會用嘅菜體嘅食材，像係麵包、麵條、包尾都會用禽肉鹽出產嘅小麥，飯團嘅米咪係用禽肉鹽出產嘅。另外木頭尾就拿嚟做納豆、味噌、韓國頭油。安尼唔單將一條社會做能認識菜體嘅農作物，集市費咪做嚟圈圈呢就嚟感到農作物嘅品質。前面人嚟到為集市費前提配嘅蔬菜，食會檢查師，一到尾會檢查米同麵粉嘅農藥殘留。地做出嚟嘅食品，一年還會有300日細菌檢查。當唔到好，人嚟到會建議實驗室並冇做錯，唔過加到一部人看2種成千儀器，就得測出看唔到嘅細菌。汚れを検査するっていうか、本当はこういうところを掃除をして、それがどのくらい綺麗になったかを。嘿，ありがとう。等下结果应该蛮惊人，因为我觉得手一定很脏。喂，36360。一台係細菌檢測儀，就標準強烈嘅數值為啲3000以下。如果下派大型嘅數，其實當歐洲。綺麗けどさっきより數字が。數細細下，數目是當真就照佢標準出嚟。下來一個紫外線燈會通過，上回到佢種數4強來，有幾難呢？哦，所以先把它抹在手上。
假装是脏的东西。哇，我的手在发光哎！为什么还有？为什么？体験もしてもらうし、子供自体にも貸し出して体験してもらう。それで手洗いのやり方、汚れが残ってないようにするこの大切さってのを覚えてもらう。你洗的太……你干嘛？你吓到我了。指甲缝，いつも认真干嘛？我不想要它发光。啊，手指尖还有，搞什么鬼？你因为你刚洗手指，我要离开了，我要离开了。搞什么鬼？为什么还是有？如果真的要是让厨工每天就一定要用整个手都超干净才可以进去的话，我不知道到几点，一直在洗手。除了社区，社会每段关心也按当年的一类重要的话题，日本社会的复杂污染。那么福岛核灾之后，你们有没有过什么特别因应措施吗？ 5年前に、東日本大震災がありましたけれども、その秋に私たちは放射能の検査を始めまして、お米と小麦粉とそれからそれでいいんだっけ麺その2つですね。お米と小麦粉について、今までずっと104回ですか。 もう検査をしてその結果を学校給食会のホームページで、公表しています。刚才看到该团奖评地图给学费差不多奔走3台功能。它就是这3大功能，就最主要就是有食材的检验，而且他们就是其实给食会他们很坚持，希望可以学童吃到的营养午餐是在地的食材。哦。 所以减少碳的排放对，所以小安刚刚吃的那个肉包，所以嘉欣姐姐就说它是埼玉县当地的猪肉，而且做出来。像我很挑猪肉的人，我有听到他讲一个关键字：黑毛猪、黑猪肉。黑猪肉吃起来比较不会有那个味道，腥味。然后还有开发学童吃东西的这个口味，所以小安刚刚不是有吃一个蓝莓的蛋卷，它其实就是配合小孩可能喜欢吃甜的，然后就会去做引发这些食物给小孩吃。还有就是刚刚那个包子。 我看你吃大的跟这个小的都有吃，对不对？那个就算是大的那一颗，它其实也是很迷你的版本，不会像市售包子那样。OK， 所以在不但口味上，它的尺寸上也考虑到小朋友。讲到包子，两黑马该没水。请问一下，我们的小欧大主厨，我们的晚餐准备的怎么样啊？正在努力中。 靠你了哈！来，好，我看到你们还准备了一本，这像是百货公司周年庆的 DM 回来的。不是百货公司周年庆的 DM， 这个是给食会有经手的所有的食材的目录。哇，也太丰富了吧！这一页呢，就是所有真的就跟我们台湾卖场卖的那个 DM 一样，干货很像，东西很多。这就是所有给食中心会经手的各式各样的各种食材，反正就只要不是生鲜食材，他们都有在管这样。这个像小笼包的东西，而且味噌汉字写味噌包子，很好吃哎，这个0到10分，请问小亮给几分？9。哦，那确实还不错。OK， 来看到这么多琳琅满目的食材，加上我们摄影棚弥漫着我们小欧大主厨在做的面包的香味，是在夜困夜吧？你们讲我之後就來看幾條日本的胖月日本導演。 来到日本按当年的，发现日本的亚洲社会一向都当好是永存当中的其中一項。で、みんなの中で学校の給食好きなもの何か教えてもらっていいですか？砂糖パン。おお、砂糖揚げパン。揚げパン。面包是日本永存当中接常被看到的一項主要食材。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過後，聯合國提供的當道的麵粉拿來做面包，按呢嘅收藏習慣就對舊時延續到今。
佢专门为营养午餐准备嘅面包，又系样嘅做位呢。吉士比同人小记一间合作嘅几行人嘅面包工厂，佢特别用到嘅营养午餐专用面粉，都系吉士比提供嘅。工厂对卫生嘅要求一定严格，就连入边嘅阿嫂，每位卫生包处处张入的。啊，你知道进去以前多严吗？我们还要先用吸尘器吸自己的身体，再拿那个黏黏的黏一次自己的身体，然后全部做完才能进去。啊，好烫啊！头发要用吗？哦，我看到面包在上面哎，它怎么还在上面？我不知道，我觉得他们好厉害，他们的一整条生产线几乎都是全自动哎，需要人的部分。我看大概是只有揉面团，然后刚刚说的把面包排队这样，然后可能还要检查它，把它包装送上卡车，就这样而已。他做我的脚架，有没有看到？超帅的，还是让它就这样掉下来了，这个会移动的面包。其实就只是把我们家里的烤箱放大好几倍这样，有那种感觉。很酷哎，超帅的！这是面包的旅程，他现在是准备要跟我们道别。冇想到专门同营养午餐准备嘅面包，竟然用按道嘅样式行过巧米。第二就是作为30年嘅自面包铺嘅铺装。贴片同样的社会拍了一场吃食费。排名就是最好吃的是哪一个？就是比较受欢迎。一番人気のあるのはね、やっぱり形がこういう変わってて、すごく甘くて、こ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るパンですね。请问学校给食的面包跟一般普通的面包差别是在哪里？給食のパンはね、添加物って言っていろんなこう保存剤とか乳化剤とかね、そういう余計なって言っちゃいけないんだけれども、あんまりこういろんなこう材料が入ってないんで無添加なんですごくね美味しいパンですよ。他のこう一般で売られてるパンはいろいろ柔らかくするいろんなね薬じゃないんだけど添加物が入ってるんで、そういうところはね給食のパンはねすごく自然な味が出て。食べると小麦粉の味がしてね、とても美味しいパンですよ。我觉得他们工厂感觉蛮干净的，感觉像尽他的所有努力在保护他的面包。应该说不止面包，日本营养午餐都是这样，他们尽他的所有努力来保护他的，像妈妈保护孩子的那种感觉。ご紹介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本日のパン品質審査会を共催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埼玉市教育委員会学校教育部。昨天就在参观面包工厂，因当好菜读到的吉士比1年100嘅面包审查大会，格格向下的去看呐，一道面包会通过哪一道考验呢？你看，现在闻面包，一直闻，它明显没烟吸，感觉蛮专业的。然后这边是他们的品质的标准，就是有就是它面包上面的颜色，还有它摸起来的感觉，跟它的形状，还有它的味道，然后还有触感，跟闻起来香不香。如果它颜色 OK 的话，可以获得8分；然后形状很好的话，可以获得5分；然后加起来可能会有差不多100分左右。然后他说，只要你低于50分的话就不合格，就是一定要高于50分。像你刚刚看他们在摸面包。然后在那边笑说什么这个好像看起来不是很 OK 什么。刚刚那个他们一翻过来看到面包多，我就一直在那边想，他就这样翻过来就对。可惜了。面包做的皮做的面，不过太细而用的在呢，小亮对用的材料一定有兴趣。他把面包这样放进去之后，关起来，让它反过来，它就会流进下面那一个地方，对吧？只要看。现在的种子的高度跟原来的高度差多少？那个差的数字就是面包的体积。
パンの審査会が始まったのは、昭和31年から工場の数が多くてですね、パンの規格が統一され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がありまして、それで、現在も引き続き、学校給食用のパンの品質を統一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やっております。でこの他にも、給食会では麺の、審査会も行っています。伊讲从鹅啊和可能审查费，唔是讲青米就会爱食胖啊。因呢，研导的主厨从头去参考的日本的食谱过后，必然做出的日本最好食、一定好食的破面包。原来今杯西欧的台主厨魔幻研究还为你准备了亚式炸面包，这是他们营养午餐最爱吃的主菜之一，对不对？来，各位请享用，不要客气。然后待会吃完之后分享一下，为什么日本的学生们他们会把这个列为第一名最爱吃的？超好吃，超好吃，有需要这么夸张吗？他们也要卖这个东西为生呢。来，你可以了。你自己说，你炸的面包，你先讲，吃起来。吃起来，比我事前练习的好吃。哦哟，所以今天有进步，有成功。有。关键在什么？摄影机在压力底下做得更好，还是？我之前有练习很多次，然后就是 practice makes perfect。对，就是一直进步这样。我觉得太好吃，以后可以卖这为生，没关系。真的来，真的啊，卖这为生啊，不用念书了，不用念书了。不但是吃炸面包，第二口稍待后，我知道你们很想继续吃下去。今天小亮要日文教学一下。这个是炸面包的日文，就是阿给邦，阿给邦。阿给是什么东西？阿给就是炸的意思，然后邦是面包的意思。哦，所以那个洋字以后我们看到就是炸的东西，就会有汉字的那个洋。来，小亮的日文教学，我哋教观众朋友形容係阿给邦，客家話是按照破胖。3位，1、2、3，破胖。破就是客家话炸的意思，胖就是日文的棒，有没有？他们棒，我们从日文这个字引用过来就变胖。继续是2禮拜小時間簿，對日本第20的內容3號咧，喺度同大家一看，佢哋營班做學物的教育我，所以大家禮拜六下午的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小位時間簿，拜拜，開動哦，不要客氣哦。比我想的好吃哎。もっとね、この辺。Nice。那你在做这些课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回忆？この時になんか